做公益10余年的艺人黑人陈建州，一路走来也曾不被看好，屡遭质疑，但他始终坚持做对的事。近日，黑人带着一家大小到某间咖啡厅赴约，为一名父亲一圆4年来的心愿。据 Yahoo 新闻报道，咖啡厅老板 Kenny 的小女儿 Mina 4岁时被诊断出罹癌，他因此接触到 Love Life 这个公益团体。Kenny 坦言，一开始对黑人印象不深，直到得知黑人认养病房等事情后，才对他慢慢改观。女儿接受化疗时 ，Kenny 会给她看黑人整饭的影片。他表示，那是女儿最难熬的时光中唯一能让她大笑的东西。女儿对抗病魔期间 ，Kenny 曾多次想方设法见黑人一面，但都阴错阳差的错过。像是有次看到黑人，就带全家开车赶去，一到现场却发现黑人已离开，就这样一共错过了6次。最后妹妹走了，但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中。Kenny 表示，之前知道陈建州要带宝岛梦想家到，他透过关系终于在球场见到黑人，为妹妹圆梦一等就是4年。陈建州见到 Kenny 在自己面前发抖，印象很深。他表示很难想象面对孩子重病要这样分离，世界上最痛的痛，应该就是这个吧。